而且2024的总统大选是剩最后一礼拜，即马各阵营的候选人是拢吹劲帮，国民党的侯友宜刷甲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来比一个三爱这个符号，有要去背条仔卡的意思。另外呢，针对这个凯旋院的争议，侯友宜办公室也公布青年主体的补贴方案，伫个7月就会开放申请。也那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，伊是去高雄拜访幼儿园，伊嘛来强调这个市井的津贴等等的政策。另外，民众党的郭文哲，伊的车队是继续来拜票，强调伫美国甲中国之间抓到一个平衡，才是重点。含泸州当地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比赛来翕相，满人的条仔的意思是真高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早起登来新北全力催票，对新北挂暗管案引起废死的讨论。民进党的赖清德讲是中国介选，侯友宜大声骂：你是毋是伫业者佮加他们家属的伤口上再度撒盐巴？你安尼讲？真正无花无学使呢。另外，侯友宜因某名下出租宿舍凯旋院的争议，校办公布凯旋院青年租金的补贴方案，18岁到40岁是低收、中低收入户，也是家庭的年所得总压伫133万以下，符合其中一个条件，1月7日就会当申请补贴。陪囡仔做伙写毛笔字，佮做伙算九强价弹球的游戏。民进党赖清德到高雄的回应里幼儿园，重点放伫政绩、中心育儿津贴等等政策，更就是未来要杀的希望工程。年收入70万以下的家庭，有一个孩子念私立大学，加总起来，这个孩子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55000块钱。赖清德早起先去屏东成立6队客家后援会，收客家的选票，嘛批评侯友宜先摕到民进党的广告，甚至是出手施压电视台袂当放送，是伤害言论自由的行为，爱侯友宜讲好清楚。民众党的郭文哲是继续转台的车队扫街，对赖清德质疑讲，郭文哲批评侯友宜是中国支持的人，是鼓笑比无买。郭文哲认为讲，美中台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难题，想要做甲美中拢介意台湾是咧笑想。本来就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取得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平衡点。你要做到说什么点，中国、美国都很喜欢你，不切实际的期望。黄金周锁定中台湾来扫街，郭文哲讲，台中是传统的摇摆州。嘛是努力执政转换上侪摆的所在，若是中台湾赢，大概台湾都会当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